你行入去旺角西洋菜街或者銅鑼灣嘅大型電器鋪，睇中咗一部最新款嘅100吋頂級大電視，個標價寫住4萬蚊，你可能仲喺度諗緊有冇得平多1000幾百，或者送多幾個贈品。但係轉個頭，你個朋友同你講，佢啱啱喺深圳買咗同一款、同一個型號，甚至乎功能仲多啲嘅版本，計埋運費送落香港，連埋師傅上門安裝，總共只係俾咗15000蚊。冇錯，你冇聽錯，係15000蚊，足足平咗一大半。呢個絕對唔係都市傳說，而係2026年此時此刻，每日都喺香港人身邊上演緊嘅真實瘋狂畫面。2026年，內地政府推出咗史無前例加碼再加碼嘅家電，以舊換新國家補貼，簡稱國保。呢場補貼風暴原本係為咗刺激內地內需，但係萬萬估唔到，最大嘅回響竟然喺一河之隔嘅香港爆發。香港人而家北上，已經唔係單純食個酸菜魚、飲杯手搖飲品或者去超市掃平貨咁簡單，而係揸住架車或者拖住架手拉車，甚至乎直接喺手機應用程式度瘋狂咁買雪櫃、買冷氣、買洗衣機，有啲人甚至一次過循盡足足2萬蚊嘅補貼額。呢場由2026年掀起嘅電器搶購潮，就好似一場無聲嘅大屠殺，直接斬斷咗香港傳統零售業嘅命脈。百老匯、豐澤呢啲陪伴香港人幾十年嘅電器巨頭，而家可以話係面臨緊終極嘅滅頂之災，甚至有人形容係血流成河。究竟呢場風暴背後有啲乜嘢驚天內幕？點解香港人會突然之間對買大陸電器咁瘋狂？香港嘅零售業又係咪真係已經無藥可救？我哋今日就一次過同大家拆解得清清楚楚。首先，我哋要搞清楚2026年呢個國保究竟係乜嘢一回事？點解會有咁大嘅魔力？其實國家補貼家電呢樣嘢前幾年都已經有，但係去到2026年個力度可以話係史上最強。內地為咗谷經濟、谷消費，將補貼嘅門檻降到最低，但係將個金額推到最高。只要你買嘅係符合國家1級能效嘅家電，例如冷氣機、電視機、雪櫃、洗衣機、熱水爐等等8大類，政府直接幫你俾20%嘅錢，即係打個8折。如果係2級能效，都有15%嘅補貼，即係85折。你可能會話8折聽落去都唔係好誇張啫，香港大減價嗰陣都有啦。但係你要知道，內地家電嘅底價本身就已經係香港嘅1半甚至1/3。我哋攞個實際例子嚟講，一部內地一線品牌嘅大匹數變頻冷氣機，內地定價可能係3000蚊人民幣。如果用咗2026年嘅國保8折，即係減咗600蚊，只需要2400蚊人民幣，再折合返港紙，分分鐘2000幾蚊就買到一部頂級嘅智能冷氣機。同一規格嘅冷氣機，你喺香港行入電器鋪睇下，喐下都要7、8千蚊，甚至過萬蚊。中間個差價唔係幾百蚊嘅問題，係幾千蚊甚至成倍嘅差距。而且2026年嘅國保政策仲有一個好辣嘅招數，就係每個類別最高可以補貼2000蚊，8個類別加埋，一個人最多可以攞到16000蚊。如果加上一啲地方政府或者平台自己加碼嘅優惠，一個人隨時可以撻走2萬蚊嘅補貼。對於一個啱啱上咗公屋或者買咗居屋、私樓要全屋裝修嘅香港家庭嚟講，呢2萬蚊補貼加埋本身極低嘅定價，足足可以幫佢哋慳返5、6萬蚊港紙嘅裝修預算。喺而家香港經濟環境大家都勒緊褲頭嘅時候，慳到5、6萬蚊，等於一個普通打工仔幾個月嘅人工。你話香港人點會唔瘋狂？你可能會問，國保明明係俾內地居民，香港人點樣攞到呢個補貼啊？呢個就係2026年嘅另一個大突破。隨住大灣區融合得越嚟越深，內地嘅支付平台，例如微信支付、支付寶同埋各大電商平台，好似京東、淘寶、蘇寧等等，已經全面打通咗香港人嘅認證系統。只要你有張回鄉證，甚至只係用香港嘅手機號碼實名登記，再綁定香港嘅信用卡或者內地銀行戶口，你一樣可以喺網上輕輕鬆鬆一鍵領取呢啲補貼資格。以前可能仲要你親身去深圳啲電器鋪排隊搞手續，而家2026年，你只需要坐喺香港屋企，將梳化度幾下手機，系統自動識別你個賬戶，買單嗰一刻直接扣減幾千蚊。呢種零門檻嘅便利程度，將香港人北上買電器嘅熱情推到上頂點。不過買電器唔同買件衫，最大嘅痛點一直以嚟都係物流同安裝。以前香港人唔敢買大陸電器，第一係驚運費貴。第二係驚送唔到上門，第三係驚壞咗無人收。但係去到2026年，呢幾個痛點已經被內地強大嘅產業鏈徹底擊破。首先講物流，而家嘅跨境集運公司已經進化到一個你唔敢想象嘅地步。
佢哋專門推出咗大件家電專線，你喺京東或者淘寶買一部雙門大雪櫃，由東莞或者深圳嘅倉庫出發，直接送去集運倉，集運倉幫你打埋木架保護，然後專車過關送落香港，送到香港仲唔止，而家嘅服務係包埋上樓、入屋、拆木架，甚至幫你搬走埋舊嗰部電器。你估下咁樣一條龍服務要幾錢？2026年嘅市價，一部大雪櫃嘅運費連上樓，可能只係300到500蚊港紙。對比返你慳咗嗰幾千蚊差價，呢幾百蚊運費根本連散紙都稱唔上。再講電壓同插頭呢個老生常談嘅問題，香港人以前成日有個誤解，覺得大陸電器電壓唔啱香港用。其實內地同香港嘅民用電壓一樣，都係220伏特，完全兼容。唯一唔同嘅只係個插頭形狀，內地係3腳扁插或者2腳扁插，香港係英式3腳方插。去到2026年，香港人對呢啲問題已經熟到不得了。最簡單嘅做法，花10幾蚊買個高質素嘅轉插；進階啲嘅做法，買返嚟自己剪咗條線，換個13安培嘅英式靚插頭，10分鐘搞掂。再徹底啲嘅，好多香港人裝修嗰陣已經索性叫師傅喺屋企換幾個可以插內地插頭嘅萬能插座，連轉插都慳返。呢啲微不足道嘅技術障礙喺巨大的價格優勢面前，完全被香港人嘅智慧同執行力輕易瓦解。至於保養維修，呢個曾經係香港實體店最後嘅護城河，而家都開始崩塌。2026年，好多內地大品牌，好似小米、海爾、美的等等，已經開始喺香港設立龐大嘅售後服務網絡。就算你係喺內地買嘅水貨，只要俾少少上門費，一樣有香港師傅幫你整。就算冇香港官方保養，香港而家亦都衍生咗一條全新嘅產業鏈，就係專門幫人維修淘寶或者內地買返嚟嘅家電。呢班私人師傅收費平，技術好，因為內地電器嘅零件喺網上太容易配到。退一萬步講，一部電視機香港賣1萬蚊，內地買家國寶只係3000蚊。就算用2-3年真係壞咗，你直接抌咗佢，買過部新嘅，2部加埋都仲係平過你喺香港買一部。當平到當消耗品咁用，成為咗一種共識。香港實體店嗰種所謂安心保養嘅優勢就變得微乎其微。好啦，講到呢度，我哋就要轉過頭嚟睇下香港嘅傳統零售業，尤其是嗰啲大型連鎖電器店，例如百老匯、豐澤、蘇寧等等。點解我會用大屠殺同血流成河去形容佢哋喺2026年嘅處境呢？大家如果有留意香港嘅市道，就會發現近呢幾年電器鋪嘅人流真係少咗非常之多。以前一到週末，旺角嗰幾間大型電器鋪入面，啲冷氣機專區、電視機專區一定係人山人海，啲銷售員講到口水都乾。但係2026年嘅今日，你行入去，可能售貨員仲多過客人。客人行入去，好多時只係為咗摸下部機，睇下個實物大細，抄低個型號，然後轉個頭就出門口，用手機上內地平台格價落單。香港嘅電器實體店慘被淪為內地電商嘅免費實體陳列室。呢個現象對香港零售業嘅打擊係毀滅性嘅，因為香港實體店嘅營運成本根本係一個解唔開嘅死結。首先係地產霸權帶嚟嘅極高昂租金，一間幾千尺嘅地鋪，每個月租金喐下就過百萬。第二係人工成本，香港一個全職電器售貨員底薪加佣金，每個月閒閒地都要2-3萬蚊。第三，亦都係最致命嘅一點，就係香港獨有嘅總代理制度。香港嘅電器市場一直以嚟都係由幾個大嘅代理商壟斷。一件外國品牌或者內地品牌嘅電器要入香港，首先要經過總代理，總代理食一層水，然後再分發俾大連鎖店，連鎖店又要食一層水，賺利潤，加上物流、倉儲、廣告宣傳，層層疊加落去，導致同一件出廠價1000蚊嘅電器，去到香港消費者手上，個定價就變成咗3-4千蚊。以前資訊唔發達，過關唔方便，物流唔完善，香港人冇得揀，明知貴都要硬食，當係交智商稅。但係2026年唔同啦，互聯網將所有價格透明化，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將地理界限打破，國保政策再喺價格上補多一刀，香港消費者突然醒覺，原來我哋一直以嚟捱緊咁貴嘅嘢。當一個香港人經歷過一次用幾千蚊買到過萬蚊享受嘅體驗之後，佢係永遠都反唔到轉頭嘅。佢唔會再願意行入去香港嘅電器鋪，俾多2倍嘅錢去買同一件貨。呢種消費心理嘅徹底轉變，先至係香港零售業面臨嘅終極滅頂之災。我哋試下拆解一下香港電器鋪嘅困局，面對內地國保嘅降維打擊，佢哋可以點做？減價迎戰根本無可能。
因為佢哋個來貨價分分鐘仲貴過內地消費者喺京東買嘅零售價。代理商唔肯減價，業主唔肯減租，員工唔可以減薪，連鎖店夾喺中間，根本冇減價嘅空間。唔減價就只能夠眼白白睇住啲客流失，睇住啲存貨擺喺貨倉度封塵。2026年，我哋已經見到一啲傳統嘅電器街開始出現執笠潮，唔少中小型嘅地區電器鋪捱唔住要結業，就算係大型連鎖店都暗中縮減緊鋪面面積，甚至裁減前線銷售人員。有啲鋪頭開始轉型，引入多啲香港獨家嘅日韓名牌高階型號，或者賣多啲美容儀、電子周邊，呢啲比較難直接喺內地買水貨嘅細件嘢嚟吊命。但係無可否認，大型家電例如雪櫃、冷氣、電視機呢啲曾經嘅利潤支柱，市場份額已經被內地徹底吸乾。呢個現象背後其實反映緊一個更加深層次嘅經濟大洗牌。香港一直以嚟引以為傲嘅購物天堂光環，喺2026年可以話係徹底褪色。以前係內地人落香港拖喼買奶粉、買電器，因為香港啲嘢品質好，係正貨。30年河東，30年河西，而家係香港人推住車仔上深圳，或者坐喺屋企瘋狂網購內地家電。內地嘅家電製造業經過過去10幾年嘅瘋狂內卷同技術升級，品質早就已經達到甚至超越國際一流水準。以前香港人嫌棄大陸牌子容易壞、設計量，而家你睇下內地啲家電，智能家居聯動、語音控制、外觀極簡設計，功能多到你用唔晒，仲要賣白菜價。香港消費者係好現實嘅。邊度平靚正，啲錢就流去邊度。我身邊有個好真實嘅例子，我個朋友陳伯今年60幾歲，啱啱獲派咗一個新界嘅公屋單位。佢兩老平時慳食儉用，本來預咗8萬蚊港紙去搞裝修同買家電，點知個仔教佢上網買，趁住2026年呢波國寶大屠殺，佢哋將全屋嘅冷氣機、大電視、雙門雪櫃、洗碗碟機、智能馬桶全部喺內地平台落單。因為買嘅全部都係1級能效，賺盡咗補貼，連埋集運費同埋請香港師傅上門安裝嘅人工，買齊全屋8大家電，總共先用咗25000蚊港紙。陳伯睇住張單，激動到手都震。佢話如果喺香港買呢堆嘢，最少要700萬，慳返落嚟嗰5萬幾蚊，佢哋兩老可以舒舒服服咁去幾次旅行，甚至留返做應急錢。陳伯個仔仲幫佢喺屋企裝咗個智能語音系統。陳伯而家每日喺屋企只要講句開電視、熄冷氣，啲內地電器就乖乖地運作。佢逢人就讚大陸電器好用。呢個例子反映咗一個好恐怖嘅事實：北上買電器已經唔再係後生仔或者精通科技嘅人嘅專利。連60幾歲嘅阿伯，只要身邊有人教一教，都識得享受呢個紅利。當呢種消費模式喺社區之間口耳相傳，由公屋蔓延到居屋，再蔓延到私樓中產階層，香港零售業嘅基本盤就會被徹底瓦解。中產階層以前可能為咗面子或者貪方便，願意喺香港大鋪買嘢，但係去到2026年，香港經濟轉型，好多中產都面臨減薪甚至裁員嘅壓力，大家嘅消費觀念都變得極度務實。當一個年薪過百萬嘅中產都發現自己去深圳買一部100寸電視可以慳2-3萬蚊嘅時候，佢一樣會毫不猶豫咁選擇北上。面對呢場血流成河嘅大屠殺，香港嘅從業員可以話係首當其衝。前線嘅銷售員、推銷員，佢哋嘅佣金收入直線插水。有啲做咗10幾年嘅老員工，見證住電器業嘅輝煌時代，而家每個月連底薪都差啲保唔住，焗住要轉行做保安或者揸網約車、送貨司機同埋本地安裝師傅嘅生態都改變緊。以前佢哋係幫香港大型電器鋪打工，接公司派嘅單，而家有啲醒目嘅師傅已經自己跳出嚟喺網上開個專業，專門接淘寶、京東家電代安裝嘅生意。因為買水貨嘅人實在太多，呢班自己接單嘅師傅生意反而好到做唔停手，收入分分鐘高過以前喺大公司打工。呢個就係時代嘅巨輪，有人被淘汰，亦都有人打到新嘅生存空間。我哋再將個視角拉闊少少，睇下背後嘅宏觀經濟博弈。內地政府推行國保，本質上係為咗消化國內過剩嘅產能，推動產業升級同埋實現環保節能嘅目標。對於內地嚟講，香港呢個市場雖然細，但係香港人極強嘅消費力同埋現金流，對於帶動大灣區嘅局部經濟係有一定作用嘅。但係對於香港政府同埋商界嚟講，呢個就係一個巨大嘅挑戰。資金瘋狂外流，本地消費疲弱，零售業結業潮影響就業率，政府嘅利得稅收入亦都會跟住減少。香港政府喺2026年其實都面臨緊兩難嘅局面。一方面，大灣區融合係國家大國策，香港唔可能亦都唔應該去阻擋兩地物流同人流嘅互通。
另一方面，本地商界叫苦連天，要求政府出手救市，但係政府可以點救？香港一向奉行自由市場，唔可能為咗保護本地電器鋪而對內地買返嚟嘅電器徵收關稅。唯一可以做嘅，可能就係香港自己都搞啲消費券，或者鼓勵商界轉型。但係對比內地動輒幾百億嘅國保規模，香港本地嘅小恩小惠根本就係杯水車薪。講到底，2026年呢場國保大屠殺撕破咗香港長期以嚟虛高嘅物價表象。香港零售業嘅高昂成本一直都係轉嫁落消費者身上。以前消費者冇得揀，只能夠默默承受。但係時代進步咗，科技同物流打破咗地域嘅限制。香港人瘋狂北上買電器，狂貸2萬蚊補貼，其實唔係香港人不愛香港，亦都唔係香港人貪小便宜，而係喺資訊對稱同埋自由選擇嘅市場入面，消費者永遠都會用銀紙嚟投票，選擇對自己最有利嘅方案。香港嘅連鎖電器店，如果仲係抱住以前嗰種獨家代理、坐定定等客嚟賣貴幾成嘅舊思維，滅頂之災絕對唔係危言聳聽，而係必定會發生嘅殘酷現實。未來香港嘅電器零售業會點樣發展？我認為會出現兩極化，一部分鋪頭會徹底轉型成為高端體驗店或者智能家居設計顧問公司，佢哋唔再單純賣硬件，而係賣服務、賣品味。例如幫啲住幾千萬豪宅嘅有錢人度身訂造一整套全屋智能系統，連埋裝修同售後包辦，賺取高昂嘅服務費。因為呢班客根本唔志在嗰1-2萬蚊嘅差價，而另一部分就會完全被內地電商同集運物流取代。普通市民買冷氣、買雪櫃，以後第一時間一定係打開手機睇內地平台。香港嘅中低端家電零售市場將會被徹底壓縮到消失。總括嚟講，2026年嘅國保政策就好似一塊照妖鏡，將香港零售結構性嘅缺陷完全暴露咗出嚟。百老匯、豐澤呢啲老字號會唔會真係血流成河，全線執笠？短期內未必會死晒，因為始終有一班唔識上網、極度依賴實體店保養嘅長者客群支撐住。但係當呢班客群慢慢老去，新一代嘅消費者完全擁抱網購同跨境消費嘅時候，呢啲傳統巨頭如果再唔經歷一次刮骨療毒式嘅改革，改變營運模式，降低成本，佢哋嘅黃金時代就真係一去不復返啦。時代拋棄你嘅時候，連一聲再見都唔會同你講。香港嘅零售業而家正正企喺呢個生死存亡嘅歷史十字路口，大家對呢個現象又有啲乜嘢睇法？你自己或者身邊嘅朋友有冇試過喺內地買電器運返香港中伏，或者覺得超級抵嘅經驗？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下你哋嘅真實經歷，我哋一齊探討下。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個分析對你有幫助，記得俾個反饋支持下，我哋下次再同大家深度拆解更多貼身嘅社會經濟話題。